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3年12月22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89篇第1节到第4节，19节到26节。撒母耳下卷第6章12节到19节。希伯来书第1章第5节到14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宝座长存。咱有讲到的约柜，就是代表着上帝的宝座。因为呢，约柜内底藏上帝的10条诫，是上帝的话，有上帝的权柄甲能力的同在。因为咱看见着当乌撒摸着这个特别倒去的约柜了后，有上帝的能力来甲伊抬掉。当大卫拒绝约柜进入耶路撒冷了后，约柜就被送到伫俄别以东的家。上帝祝福就大临到伫俄别以东的家庭。因为安尼，大卫就决定将约柜对俄别以东的家引旨进入伫大卫的城，并且呢，咱看见大卫一路大的欢喜跳舞，并且献祭给上帝。全以色列人民也同款的欢喜奔扫甲欢迎约柜进入耶路撒冷城。撒母耳记下卷第6章12节到19节记载当时的这个情景。有人甲大卫王报告，上主因为约柜的缘故，祝福俄别以东甲因全家的人。大卫就欢喜将上帝的约柜对俄别以东的厝接来大卫城。跟上主约柜的人行6步，大卫就献一只牛甲一只肥的精生做祭祀。大卫穿右地步的衣服得伫上主的面前尽力来跳舞。安尼，大卫甲以色列全家出欢喜的声奔扫角，跟上帝约柜的人来到伫耶路撒冷。上主约柜入大卫的城时，扫罗的查某囝米甲对窗仔看出去，看到大卫王伫上主面前也跳，就看见伊。因跟上主的约柜入去，下伫大卫为着约柜搭的布片内面。大卫伫上主面前献烧化祭甲平安祭。大卫献这一祭了后，就奉上主万军统帅的名，甲人民祝福。因阁分物件，互以色列众人，无论男女，逐个人一块饼、一块肉、一粒葡萄干丸，众人就拢倒去因兜。有关这个跟约柜的代志，咱来分析了解其中的不同。咱相对于撒母耳记下卷第6章第1节到11节，就是昨昏的经文。其中第3节安尼讲，因将上帝的约柜下伫新的车，对山顶阿比拿达的厝载出来。阿比拿达2个囝乌撒甲西约赶迄台新车。
咱注意甲看伫即届，就是咱昨读的经文咧讲到新车，并且是用牛来拖吼。伫第6节的记载，伊讲因到拿空的五谷场，牛着踏乌撒春手扶上帝的约柜。咱搁看另外一个所在，就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阵，约柜是用祭司来所扛。约书亚记第3章第2节到第6节安尼讲，过3日官长到营中逐所在吩咐人民讲：恁若看到利未人的祭司扛上主恁上帝的约柜，就起身离开恁的所在，对伫约柜的后面，互恁知行伫一条线。因为恁要捌行过这条路，毋过恁甲约柜大约着离1公里远，毋通挖上棍吼。约书亚对人民讲：恁着甲家己分别做成，因为明仔载上主要伫恁中间行奇事。约书亚阁对祭司讲：恁将约柜起来，行伫人民的头前，因就将约柜扛起来，行伫人民的头前。另外，对今仔日的经文，撒母耳记下卷第6章12节开始，记载着大卫迎接约柜进入耶路撒冷大卫的城。这个时，约柜是互人扛着进入大卫的城。所以咱来看见讲，这中间上大的差别就是扛约柜的方式。牛车来载是外邦非利士人对待约柜的错误方式，咱会当参考撒母耳记上卷第6章非利士人归行约柜时的记载。这里安尼，咱知影，咱必须要用正确的态度来迎接上帝的宝座。到底毋通学习大卫的方式，咱得爱诚心实意来欢迎耶稣基督进入伫咱生命中的宝座来做王。因为圣经希伯来书第1章第5节到14节安尼甲咱讲，上帝毋捌对任何一个天使讲：你是我的囝，我今仔日生你。伊嘛毋捌对任何一个天使讲：我要做你的老爸，伊要做我的囝。佮上帝差遣伊的大囝入世间的时，伊讲：上帝所有的天使拢着跪拜。原的天使伊讲：上帝用风做伊的天使，用火焰做伊的妻用。毋过，关系囝，伊讲：上帝啊，你的宝座永永远远存在，你的国的权柄是正直的权柄，你以爱公义万分不发。所以，上帝，你的上帝拣选你，用欢喜的油抹你，超过抹你的同伴。伊佮讲：主啊，你伫起头甲地下地基，天嘛是你亲手创造，天地拢会消失，毋过你永远存在。天地拢会亲像衫衣服渐渐旧，你会亲像外衫甲因卷起来，因会亲像衣服改变，毋过你永远袂改变。你的血手无穷尽，
上帝夹捌对倒一个天使讲：你在我的正边，听候我，互你会对着屈服伫你的骹下。天使拢是伫服侍神，受册派去服务特别领受拯救的人。基督徒的诚心是伊来迎接耶稣基督，成做咱生命的主、属灵的王，也互伊的神、伊的宝座久久长长踮伫咱的心内，伫咱的生命内底，因为伊是唯一的拯救。诗篇89篇第10到第40，为面临灾害的国家祈祷。我要永远唱歌学乐上主的慈爱，要世世代代宣扬你的信息。我要讲你的慈爱永远徛在，你的信息亲像天袂摇动。你有讲我甲我竞选的人立约，对我的仆人大必宣誓。我要建立你的后代到永远。坚固你的宝座到万代，19节到26节。上帝对大卫的应允，你早捌伫异象中间对你忠实的子民讲：我有用花冠垫伫勇士的头壳，我对子民中间竞选伊、高升伊。我找着我的仆人大卫，用油抹伊。我的手要支持伊，我的手骨要使伊开力，对敌无法度用假伫来赢过伊，凶恶的人无法度困逼伊。我要伫伊的面前拍碎伊的对敌，拍败遐会怨恨伊的人。我的信息甲我的慈爱要甲伊同在，因为我的名伊会得到胜利。我要互伊的手存甲伫地中海，伊的正手存甲伫幼发拉底河。伊要对我讲：你是我的爸，我是上帝，是拯救我的石伴。愿诚心欢迎耶稣基督进入伫阮的生命，坐伫阮的心灵的宝座顶悬，成做阮的救赎。保守并且赏赐阮恩福，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